各位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甲恁斗阵敬拜上帝。我住加拿大差不多30几年，无像即当阵讲台语讲遐济，听到台语敢若转啊台湾的共款。阮爸爸伊是外省人，但是伊是牧师，伊晓讲用台语传道。阮妈妈是台中人，所以我的台语就遐凊彩。我这边才开始有学台语的，所以讲了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下午要一起来看这个亚伯兰的故事。这个故事我想你们大家都很熟悉。在前面呢有一段经文，我想先带大家读一下。看看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有没有罗马书第15章13节。来，咱大概到底来念吼，我用国语，你们用台语不要紧，咱到底来念。万事盼望的上帝，因恁的信，甲各用安的迄落平安，充满恁的心，互恁接到圣灵的能力，保有盼望。这个是保罗在写罗马书写到最后的时候，他的一个祷告。他介绍我们认识这位上帝。他说这位上帝呢，他称他是一位，中文说是赐盼望的上帝。赐盼望的上帝，英文呢就是 The God of Hope。The God of Hope。这句话，盼望的上帝，英文的 God of Hope， 它意思是说，这个上帝是给人盼望的上帝，还是说这个上帝是我们所盼望的上帝？这两个无相同款对吧？互咱盼望的上帝，跟一个上帝是我所盼望的上帝，这两个不一样，对不对？你觉得是哪一个？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很难确定，对不对 ？The God of Hope， 他是我所盼望的那一位，还是他是给我盼望的那一位？我觉得可能两个都可以，两个都有道理。这位上帝既是给我盼望，我从他那边领受盼望，他也是我所盼望，我所盼望的上帝，我所盼望的那位上帝。这位上帝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他是一个不断的创造盼望，他自己就是那个盼望的源头，他不断的为我们创造盼望。无论我们的生命在任何一个阶段，无论你在哪个阶段，年轻来加拿大，然后到中年，到老年退休，到老年身体慢慢的衰败，无论在哪一个阶段，这位上帝是不断的赐给我们盼望的上帝。不是只有在30几岁的时候，他给我人生盼望，到了60、70岁了，哇，我要等什么呢？这位上帝在任何时候，他都可以给我们盼望。有一年，我开车经过 Broadway 跟这个 Cambie， 我在一个路边呢，开车经过，看到路上有一个人躺在走廊底下，他上面呢放了一个牌子，我刚好开车看，我就走过去看到，他用英文写 Homeless, not hopeless。我是一个无厝好大的人，但是我不是一个无盼望的人。Hopeless, homeless, not hopeless。我就想要去知影讲，你在盼望啥？你到底在盼望什么？我比你好多了，我有车子可以开，我有房子可以住，你什么都没有，你在盼望什么？这位上帝呢，他永远会在任何人，不是只有在基督徒，在他所造的任何人，你不信上帝，你信佛教、信回教，你什么教都不信，他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创造盼望。
这是人类活下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呢，基督徒相信盼望跟那个 homeless 相信的盼望有一些不一样。基督徒的盼望是一个更长久、更持续的盼望。从今生，无论我在哪个阶段，我会有盼望，而且我对于死亡、对于永生，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盼望。所以，基督徒的盼望是一个更大、更长远的。如果我们对于死人复活都可以盼望，那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的？对不对？有一天，这位上帝耶稣基督，他从天上来，他要使死人从死里复活，这么难的事情，他都可以创造盼望。那在今天我们活着的时候，有一些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我们更可以有盼望。所以，基督徒的盼望跟不信上帝的人或信别的宗教的人的盼望有一些不一样。我们不是自己给自己盼望，我们可以去读一点励志的书啊，读一些比较 encouragement 励志的书，我们会得到一些盼望啊。有时候我们看一个电影，我们会得到一些鼓励盼望。但是基督徒的盼望不一样。保罗在这里面说到的是，因着信，使你们因着你们的信，英文说 as you trust in him， 借着我们信靠上帝。这个信靠上帝是什么意思？不只是说我们礼拜天来敬拜上帝而已，这个信靠上帝是一个整个人的一种降服在上帝的面前， surrender 在上帝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生命中所经验到的事情，我们有很大的问号，对不对？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我跟他一样来加拿大的，为什么他遇到这么好运啊？为什么我没有？他不信耶稣，我信耶稣，他得的比我还要多，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惑，但是呢，基督徒最后会一个选择，就是我要降服在上帝的面前 ，trust in him， 就是我的理性、我的逻辑、我的经验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我选择在我的意志上，我选择去信靠上帝，去相信上帝，即使我的感受的经验跟我的信仰呢之间有一点距离，但是我仍然选择去相信上帝。所以保罗说，如果你是这样子，因着你们的信，不是因着你们去读励志小说，去听到别人鼓励，打一个电话给你，鼓励一下，你就有盼望了，不是那样子，而是借着你们的相信，降服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手上，但是我选择相信你。我不选择放弃你，我可以选择怀疑为什么，我会问为什么，但是我最后仍然选择我要相信你，因为呢，你是那位可以给我创造盼望的事情的神。所以因着信，把喜乐、平安充满在我们的里面。那后面又说呢，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基督徒的盼望不是自己安慰自己，或者是有牧师关心你，给你一点鼓励，那个都很重要。但是基督徒的盼望最终的来源是圣灵的能力，从上帝的圣灵来加给我们的盼望。所以那不是人工制造出来的，那不是彼此鼓励得到，那是从上帝而来的。今天下午我要跟你们一起来看一个人的故事，在创世纪里面啊，刚才我们读过的创世纪11章亚伯兰的故事。亚伯兰他11章讲到他跟他父亲叫做他拉，他们要离开乌尔到迦南地去。他拉是爸爸带着亚伯兰，还有亚伯兰的太太，还有他的侄儿要去，还有别的亲人要去迦南地。不是，圣经没有说上帝要他拉带他们去迦南地，就是只有说他拉带着他们要去迦南地。为什么要去迦南地？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那么多，可能新移民吧，我们就去那边闯闯看，不晓得。然后他拉带他们去迦南地呢，来到一个地方呢，叫做哈兰。在那个地方，他们停下来了一段时间。可能他的父亲就在那一段时间呢，他拉就死了。
他拉为什么要带亚伯兰去迦南地？我们不知道，但他拉死了，他拉的要带他们去，有一些盼望，有一些期待要去迦南地。这个盼望期待呢，停下来了，不能够再继续往前。亚伯兰呢，应该就停在那个地方，哈兰这个地方，因为他拉葬在哈兰。在古时候呢，那个父亲葬在哪里，那个祖坟会来保佑他们。那台湾那么狭隘行为，对吧？好，父母亲的葬的地方，他会保佑我们，所以我不要离开他太远，我们就在他的附近。我们的生命呢，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我们有一个理想，有一个期待要往前走，但是一个意外临到。我上礼拜在这边讲到，还记得吗？我们在等待明天，还是在等待意外？我们没有人想要等待意外，对不对？可是是明天先来，还是意外先来？不知道，这不是我能够控制的。对亚伯兰来讲呢，意外来到了，他的父亲就死在那个地方，他就停下来。那不知道停了多久的时间呢？12章，创世纪12章呢，他就讲到，上帝就来呼召亚伯兰，说：“你离开这个地方，你爸爸的坟墓葬在这边，离开这边，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就是迦南地。”那亚伯兰呢，他就在意志上就选择顺服，他就起来，照着上帝的吩咐去了。所以这是我刚刚讲到，我们在基督徒的人生里面，我们常常要在意志上选择顺服，不是等到我搞清楚了，我明白了，我能够接受了，我才要信下去。相反的是，我信下去，我才能够明白，我才能接受。这是古代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很重要的信仰。我信以至于明白，不是我明白才去相信。了解意思吗？我们常常透过了相信，就是顺服 （surrender）， 顺服在上帝的面前，我才明白哦，为什么这个意外临到我，是要教导我什么？也许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方向，不是带原来的方向。所以亚伯兰他的生命，在他爸爸死掉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来到一个地步，停下来了。这不是他想象中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呢，上帝来了，上帝说：“亚伯兰，起来，离开你的家本地本家，你的父亲的坟墓，到我要你去的地方，就是迦南地。”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呢。年轻人会有一句话叫做“耍废”，我听到可以吧？耍废，我就躺在沙发上呢，拿了个手机来滑，我什么都不想做，我什么都不想要听，我就想要在这边耍废。亚伯兰的生命可以去耍废，我爸爸带我到这边，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上帝，你要我去迦南，我爸爸不跟我去，我不敢去，我去那边会发生什么事情？上帝呢，叫他说：“起来，你要离开这个地方，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上帝给了他5个应许，在接下来第2节、第3节，5个 bless 祝福要给他。这5个祝福是上帝在他的生命中画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盼望的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呢，他要被上帝祝福，他会成为一个大的国家。国家一定要有什么？有土地，有人民，对不对？有土地，有人民。亚伯兰说：“我迦南地在哪里？我都没去过，我怎么知道那什么有土地有人民呢？”上帝给他画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picture， 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就是亚伯兰的盼望，他被这个图画带着往前走。那上帝是一个可以为人创造图画的上帝，可以为人创造一个愿景的上帝。所以呢，他就往前走。他拉要带亚伯兰去迦南地，跟上帝带亚伯兰去迦南地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对不对？亚伯兰只是他爸爸说：“来去迦南地，去要被中亚啊，去再说啦，去才知道。”上帝带亚伯兰去不是这样，上帝画了一个非常清晰的 hope， 一个盼望的图画。你去那边，
你会得到祝福，而且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个地方被卡在那个地方很久，我们都不想要动。我太沮丧了，我太没有盼望了，我太难过了，我什么都不想要做，我就想要在这边耍废，我想停下来，我没办法往前走。有的人会卡在一个地方比较久，有的人会卡在一个地方呢，快一点就过去。但是不管怎么样，上帝爱你，上帝会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今天下午就是一个机会，上帝要来到你的生命当中，要为你创造一个新的图画，在你的生命当中，他要来祝福你。上帝找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几岁？几岁？70岁。我们当中有好多位，可能多一点，会少一点。75岁是少年家啊？不是，他是一个老人。你不要以为以前的老人75岁头发是黑黑的，75岁任何民族的头发都是白掉，都是灰掉的。上帝来到了亚伯兰的生命当中，75岁的老人，上帝要为他画一个新的愿景，一个 vision， 一个 picture， 让他看到生命不是卡在这个地方，停在这个地方，不要往前走，就是住在你爸爸的坟墓旁边就好了，就过你一辈子。不是的，生命要继续的往前走，你要被祝福，而且你要去祝福许多的人。所以死亡对亚伯兰跟对我们来讲都是一样的。我们当中，像我们经历过亲人的死亡，甚至是配偶的死亡。死亡是痛苦的，死亡是毁灭性的，会把我们原来的梦想整个打破掉，整个都没有了。上帝在亚伯兰遭遇到丧亲之痛，他失去了父亲的时候，上帝来到他的生命当中，给他看见一个新的意义、新的盼望，跟他父亲给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父亲就是带着走，我们不知道，我也没去过啊，你不要问我那么多，你就跟着我去。亚伯兰说：“好吧，好吧，我爸爸说要去，我们就跟他去啊，去加拿大，加拿大，好，去那边看那边有什么好康哎，就到加拿大啊，就这样子。”上帝来到亚伯兰的生命当中，不是说你先去再说，上帝为他画了一幅新的图画，这个新的图画要取代他父亲的坟墓给他的记忆。他的父亲跟着他在一起很多很多的年，他的整个思想、整个记忆充满了他父亲给他的记忆。但是上帝来了，要把这个坟墓的记忆完全的更新，给他看见一个新的盼望。他说：“你要成为大国，你要变成有名的人，你不只要自己得到祝福，你还可以使别人得到祝福。”75岁的老人仍然可以对未来充满了盼望，好吗？无论你今天是65岁、55岁、75岁、85岁，上帝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任何一个阶段来到你的生命里面，他要为你创造盼望，因为这位上帝是赐人盼望的上帝，又是我们所盼望的上帝。好，亚伯兰就出发了，他就离开他爸爸的坟墓，开始往迦南地去。你想说，哇，有上帝的祝福，接下来一帆风顺，对不对？要什么有什么，哇，挡都挡不住上帝的祝福，是吗？亚伯兰活到几岁呢？175岁啊！他离开的时候呢，75岁。接下来几百年、几百当100年，1个世纪之久，亚伯兰无论到哪里去，他一直被那个盼望所抓住。那个盼望比他父亲告诉他的更真实，而且呢更有力量。他一直被那个盼望抓着往前走。然后他来到了迦南地，到了迦南地呢，都不是很顺利的，是不是？圣经有告诉我们，他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呢，经过了很多艰难的道路。第6节呢，他讲到亚伯兰经过那地 ，OK， 那我们想啊，那就经过啊，就经过，这句话好像没什么特别，但是在原文里面呢，亚伯兰经过那地的意思是他一路在找，从巴勒斯坦的北边
开始往南边走，一路找没有找到任何可以住的地方。要不是这个地方不适合人住，要不然就这边住满了人了。找不处去找这个租屋广告，哇，要不是太贵呢，就是没有地方可以住，找不到任何住的地方，所以他就一路从北边一直往南边走。圣经说他来到了示剑，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就在讲一大堆他去过的地方。其实他在描述的是他走过的路呢是非常的困难的。他来到了中间的地方啊，示剑在中部，再往南一点到伯特利，最后他来到了南方的沙漠地方，叫做尼格夫。他在尼格夫呢是犹大最南边，快要到埃及了，再下去就是埃及了。他在沙漠边上找到了一个地方住下来。然后呢，又遇到什么事情？遇到了饥荒，大饥荒来到，所以他又离开了尼格夫，继续往南边走，去到了什么地方？来到了埃及，寄居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停留下来。如果是你，如果是我们会不会觉得很疑惑？上帝，你带我到迦南地来做什么？为什么我连找一个地方住都找不到？你却说我要成为大国，有人民，有子孙，有土地。你说要成为有名的人，现在在哪里？在哪里？那是什么？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上帝，是你搞错了，还是我搞错了？你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觉得你被上帝的应许引导？我信耶稣，圣经告诉我信耶稣，上帝与我同在，耶稣爱我。很多教会基督徒很喜欢穿一个衣服，耶稣爱你，对不对？我经历到的是什么？爱在哪里？为什么经历到这一切？你要给我的应许盼望是什么？为什么一路上我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然后这么多的困难，我来到了尼格夫沙漠边缘呢，还要饥荒，然后呢下到埃及去。后面的故事我们也知道，对不对？他在埃及差一点连他的老伴都失去了，对不对？而上帝保护他，让撒来呢最后回到他身边来。我们会有的时候会有很大的疑问是，为什么我们信耶稣的人，有上帝保佑的人，为什么我们会经历这么多的困难？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那个不信耶稣的人，他过得好好的？为什么我们这么乖乖的在那边敬拜神，来礼拜天来做礼拜祷告，周间还有灵修？为什么我要经历到这么多的挑战，这么多的困难？我没有办法很快给你一个答案，因为我也有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也有很大的问题。上帝，你为什么让我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讲，我会感觉到是不公平，感觉到很委屈。怎么会经历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怀疑呢，不是个问题。可是呢，保罗告诉我们呢，这个怀疑的过程对我来讲呢，有时候经过1-2年的时间，我一直在问问题，一直在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问上帝为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再问一次上帝为什么？为什么让这些事情临到我？给我一个解释。我好像很老大，对不对？跟上帝说：“你给我一个解释。”上帝就点点不讲话，听不到答案。我们会在这样一个很迷惑的时间，可是呢，最后我们的选择是像保罗所讲的，因着信。我跟上帝说：“上帝。”有一天我读到约伯记里面有一句话，哇，那句话很吓我。约伯经历到很多的苦难，他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上帝，纵然你杀了我，后面那句话是什么？我还是要相信你。”哇，难不难？魔鬼杀了我呢，就算了，对不对？朋友杀了我就算了。如果是上帝，你杀了我，我仍然选择相信你。上帝并没有杀了约伯。上帝让约伯经历到很困难的事情，可是这句话让我看见，哇，什么叫做相信上帝？上帝不会做一个残忍或者是一个很暴力的事情，但是上帝会做一些事情，我不能够明白。我最后选择说：“上帝，我选择相信你，我选择要继续当基督徒，我选择要当牧师，
我选择要来 Burnaby 长老教会讲道，我不要耍废，在家里面哭，很难过，很愤怒。我选择走出来，继续传讲你的话。这就是亚伯兰的信心。无论他经历到多少的事情，他耐心的等候。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因为在他的里面有一个 hope， 有一个盼望，是上帝给他的一个盼望。那个盼望一直抓着他往前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无论这个过程我会经过多少的困难，多少的阻碍，甚至经历到很多的失望，没有关系，因为我看见那个盼望在远处，它一定会实现。今生我没有看到，我也相信来生它一定会实现。这个叫做信心。所以到新约的时候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亚伯兰他其实他到迦南地以后呢，他慢慢的明白，上帝要给我的不是地上的这个迦南地。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却羡慕一个什么呢？更美的家乡，不是迦南地，不是哈兰，也不是迦南地，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哪里？在天上。哇，他才明白过来，原来上帝要给我的那个家乡呢，是在天上。所以呢，这个盼望一直抓着亚伯兰往前走，往前走。那即使找不到地方，他还是盼望，一直盼望，越来越看见。上帝并没有让他等很久，他最后还是看到了他的子孙，他见到了雅各。雅各的后代他不一定见到，他见到了他的子孙，他也有一块地可以居住。今天下午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信息就是，盼望是从上帝来的。上帝会在你的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年龄，如果你活到90岁，上帝会不会给你盼望？还是会给你盼望。上帝会给我们不断给我们盼望。那个盼望，90岁的盼望跟70岁跟50岁的盼望不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今天下午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上帝要给你盼望，使你无论在任何年龄、任何生命的阶段，你都会因为这个盼望而往前走。保罗告诉我们呢，最大的最后我们所要得到的，不一定是问题解决了。有时候我们有健康上的困难，我祷告上帝，上帝并没有完全解决我的健康上的问题，对不对？或者儿女的问题儿女的婚姻问题，儿女的钱财的问题，我们会有很多挂虑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盼望是事情解决了，那个盼望呢就应验了。上帝有的时候会做这样的事情，会让那些问题一个一个解决。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最大的盼望不一定是那个问题解决了，而是什么？在问题当中，我经历到了喜乐和平安。了解吗？这是保罗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15章所讲的，因着我们的信，把诸般的喜乐，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因着你们的信，把各样的喜乐、平安充满在你们的心里面，使你们借着圣灵大有盼望。有的时候对我来讲，上帝，我所要的不一定是那个问题解决了，或是答案了，得到一个答案了，我满意了 ，OK， 好，谢谢。不一定是这样子，而是我在那个艰难的过程当中呢，我经历到了上帝的同在，而上帝的同在可以带给我的喜乐和平安，远远超过那个事情、那个问题解决了。所以上个礼拜我不是跟你们讲到，大卫说什么？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什么幽谷，也不怕，也不致遭害，因为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有的时候我们最渴望的是陪伴，是了解，是接纳，而不一定是那个问题被解决了，是不是这样？我最渴望的是，我在痛苦的时候，我在疑问的时候，不是那个事情你帮我解决了，解决了我还是有问题，而是我在那个过程里面，我经验到上帝自己，或者上帝借着弟兄姊妹来陪伴我，
了解我、接纳我，在我哭泣的时候，有人来安慰我、了解我，那个就是上帝的同在，那个比问题解决了，对我来讲更真实、更需要。所以，上帝的喜乐跟平安充满我们。保罗不是说哦，因为你们有盼望，你们的问题都会解决，明天都会解决，没有，不是这样子的一种虚空的应许，是问题有可能解决，有可能没有解决，但是呢，喜乐平安是我经过这个困难的时候，我所得到最大的宝贝，好不好？所以今天下午我把这段信息告诉你们，在这一年当中，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的健康状况是什么，无论你周围的人发生什么事情，记住一件事情，盼望那位赐平安的上帝，他与你同在，好不好？无论在任何情况，你不要失望，你不要绝望，不要灰心，你会看见一个盼望在那边引导着你。最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我可以到天上去见到那位爱我的上帝，还有见到上帝要我见到的我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家人。哇，那个盼望呢，比今天的问题解决了更加的激励我的心，让我可以克服困难活下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告诉我们，你是那位赐盼望的上帝，也是我们盼望的源头。今天下午，求你借着这段信息、这段话、亚伯兰的故事，来激励每一位在这里的弟兄姊妹，还有在线上听的弟兄姊妹，无论他们在生命中任何一个阶段，主啊，求你继续的把盼望赐给他们，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在盼望当中继续往前走，我们不会被问题打败，不会被困难惊吓，我们仍然可以往前行，直到我们经历到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